讲到宜兰即马风雨嘛真大，海涌拢拍起来码头，也伫市区受大楼的砖仔甲泰路落来，加载是无去夹到人。也苏花公路行透早已经成封路，袂使行，避免佮造成意外。风雨真大，赛车零件都真歹，凯米风太来，宜兰常受影响，沿海风险真大，加上大楼海水淹入港内。民众赶紧拆出门口的电火珠啊，加强准备，因为宜兰市区已经传出燃山灾情，大楼的态度被大风掀到柜头卡，警方赶紧封路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三星的农民赶在风雨加大进前，承受三星厂希望降价损失，即卖每公斤已经付204块，未来恐价阁起价。凯米风台也为宜兰山区带来行人后势，太平山日时烈日雨量已经超过200毫米。微风疏发路人因为大水雨产生土石流，造成人车受困。公路局宣布，早起6点开始疏发路人有警示封路，但市甲3部分路段也伫9点开始陆续封路。宜兰山区民众已经撤离85人，未将损失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